学唱一首阿美族的歌好不好？好。这首歌很简单，歌就叫这句话很简单，你学一下，然后改油印。加油印。咦，偷笑是什么意思？我每次都是教这样子的啊，有些朋友不太认识我，第一次听到索命，有吗？举手我看。啊，你们都听过我了？第一次有哎，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嘛，你没有来过，我一定认得出你。是，我认识你哦。好，因为会来听我的，我大概都知道，然后偶尔就是看到生面孔，但我也记不了那么多人，我就当做你们都第一次听我唱歌，就好了。阿美族的话，这首歌加油印，一起念呗，起。加油印。中文的意思就是美少女，姑娘也可以，小姐、美女，对，都是辣妹，也都对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哇，那中文翻译很难写的，加油印，美夸虎、美少女、辣妹、姑娘、小女。我想太多了，对不起啊。我常常这样子，就如果你们有点僵住了，我大概知道我的话太多。好。一起学啊！我唱可以有的时候也不要回答，我有我的和声，一起来哦。嘿呦，加油印，就是这样，懂吗？要精神哦，来，嘿呦，加油印，乌玛嘎乌拉罕，嘿呦，加油印，乌玛嘎乌拉罕，嘿呦，加油印，乌玛嘎乌拉罕，嘿呦，加油印，乌玛。都会唱哦，会，都要唱哦。好，孩子不要放弃自己哦，都要唱，大声唱哦。来这首加油印。
结束了。好，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很开心大家这么来听我唱歌，这是生理期的演唱会巡回的最大场了。然后我本来很担心的，因为一售票一直都没有破百，真的，怎么今天你们是没有买票进来吗？怎么突然变那么多人？拜托以后请支持买一售票啦。你说你那天不一定有空，你就先买嘛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办法有空的啦，这样懂吧？懂。做事情要有决心。害我担心半天了，我一直跟我妈妈讲我在台北很红呢，我妈妈今天有来。我妈在哪里？我妈在后面。好了，有了啦，我有证明，可是我说他们听不懂，可是他们还是很嗨呀。说你们啦，把我当法国人，我很愿意。然后我要再次欢迎我的提琴手，我们的大提琴宋月，小提琴张琳。